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元朗分行嘅李家國 Cindy，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錦上路站上蓋嘅住宅項目柏龍。柏龍位於錦上路站上蓋物業，無縫連接地鐵站，只需要10步直達屋苑，擁有鐵路優勢。項目主要由信和、嘉華國際、中國海外以及港鐵發展管理嘅大型屋苑，合共2200伙單位提供，當中分為3期發展。率先入伙第1及第2期佔1520伙，涵蓋1房至4房戶型。項目樓高16層，屬於罕有嘅低密度鐵路盤。雙園林會所面積約30萬尺，度假式設計概念令住戶盡享健康舒泰生活。健身室亦配上全落地玻璃窗，健身同時亦可欣賞優綠園林。項目除咗擁有屯馬線，亦有規劃中北環線及中鐵線3線優勢，盡攬北創科優勢。我哋嚟到單位，實用面積513尺，屬於2房緊廚間隔。首先廚房部分有電磁爐及明火2種選擇。再嚟客飯廳一睇，到露台部分3合1露台，實用又方便。西南方向，除咗陽光入屋之外，而且景觀仲可以一覽山景。洗手間乾濕分離，採用浴缸，而且仲係名廁，十分加分。我哋先睇主人房，進入眼簾就係超寬闊嘅2面落地採光窗，可以包攬180度嘅景觀，而且房間方正實用，3邊落床都冇問題。之後我哋參觀客房，景觀亦都唔遜色，望返內園泳池景以及山景作點綴。如果有興趣以上呢類型嘅單位，記得揾我李家國 Cindy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